Hello，大家好，我係 Andy Wong 啊，歡迎翻到嚟澳洲生活投資頻道啊。近期澳洲 ASX 200指數比起美股更加早創下咗新高，而且礦業股由低位都已經開始有個見底回升嘅格局啦。澳元對美元過去一個月嘅強勢反彈呢，仍然仲係持續喎。有冇發現原來你之前可能冇留意到或者錯失咗嘅呢啲一啲機會呢？當然我理解到澳洲嘅房地產係有好吸引力嘅，但係唔好以為澳洲係冇其他獨特嘅投資機遇喎。尤其啦，當大家可能隨住進入唔同嘅年齡層之後，會越嚟越體會到原來一個分散嘅投資組合嘅重要性，係除咗話我哋有分散投資，就係現金流嘅彈性都係好重要啦。所以無論你係喺身處澳洲或者係香港嘅投資者，今集都會為你透過客觀嘅數據同埋經驗，加上 ASX 上市嘅一啲澳洲股票嘅 ETF 為例，去準備俾大家去睇下網上資訊好容易忽略咗嘅一啲澳洲嘅機遇啦。澳洲嘅股市係一個好多年啦，都俾媒體啦好容易忽略嘅一個市場嚟㗎。但係喺我過去嗰10幾年嘅環球投資生涯當中咧，我留意到同埋亦經歷過澳洲股市唔同嘅吸引力同埋佢嘅機遇㗎。所以如果你想知多啲嘅，留言話俾我知 ，subscribe 同埋 like 咧都會係令到我有持續同大家分享呢啲教學嘅動力嚟㗎。咁當然我哋嘅教學分享裡面係冇投資建議㗎。咁但係啦，你哋嘅支持絕對會有一個好大嘅幫助㗎。好啦，咁澳洲嘅股市其實喺過去嗰3-4個月咧，同外圍一樣都出現咗一個中線嘅回調㗎。咁當時啦，大概回調咗14%㗎。但係對比翻可能美股或者外圍嘅其他股市，其實呢一個幅度係相對細㗎。但係無論如何，我哋當時都有分享過，就係一個中線嘅吸納機會。而且個澳洲嘅股市啦，大家睇住白色條線都見到最近已經係比起美股更加早創下咗新高㗎。同我哋之前有分享過，因為喺好多唔同動盪嘅環境底下，有機會環球資金會睇住澳洲嘅金融穩定性啦，同埋一啲信貸上面3條 A 嘅一啲咁嘅優勢咧，係吸引到資金流入金融資產咧。呢一個睇法係有啲不謀而合㗎。好多時候資金流入定流出咧，我哋會參考其中一個指標咧，就係會睇當地嘅貨幣啊嚇。咁嗱喺呢段時間，如果大家記得由4月初澳紙對美元咧，咁曾經係一度急跌到去到0.59呢啲水平㗎。但係喺過去呢大概個半月裡面啦，其實 AUD 對住 USD 咧，其實已經上升到去到0.65呢啲水平㗎。其中一個因素就係受惠緊美元嘅一個弱勢啦。咁當然啦，我哋呢啲短期嘅基本面啦，同埋美元走勢咧係比較重要㗎。咁但係喺個中線嘅格局裏面咧，我仍然係認為澳元咧係一個大型嘅區間上落咧，呢個睇法係冇變㗎。無可厚非，礦業嘅回穩咧，對於澳洲嘅資產咧，可以話喺頭先提到嘅一啲利好因素上面咧，再加上一啲吸引力㗎。因為其實喺澳洲嘅股市裏面咧，有20%左右咧係同 mining 啊，即係我哋所講嘅礦業相關㗎。咁例如啦，以澳洲嘅其中一隻上市嘅 ETF QRE 為例啦，就係澳洲當地嘅其中一個 resources， 即係講緊資源嘅 ETF 啊嚇，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啫。咁當中咧有70%係 mining 嚟㗎。我哋可以喺當中留意到，如果經過數年嘅調整之後咧，其實個價格咧開始係有啲較為實在嘅見底回升格局。受惠就係可能一啲唔同嘅商品嘅價格已經好似喘穩咗啦。另外就係因為一啲企業佢哋其實都已經開始喺個財務報表上面咧都有啲基數效應喺度啦。嗱，係唔係一定要用呢一隻 ETF 咧？嗱，自己因人而異。咁同埋當中又有啲咩股份係會比較吸引咧？咁大家又可以去留意下啦。
無論究竟係乜嘢嘅因素，頭先我哋講到澳元礦業或者其他嘅因素，我哋客觀啲拉翻長少少嘅時間去睇，用過去一年嘅時間去比較，大市會因應住唔同嘅消息曾經有啲反覆，但係我哋以澳洲股市 ASX 200指數為例，佢過去一年係上升咗10.52%㗎，但係又好得意喎，大家有冇留意到 ASX 上市嘅澳洲股市相關嘅一啲ETF，即係股票 ETF 當中大概有46隻啦，佢哋其實個平均回報咧係11.4% 嘅，係多過澳洲大市嘅喎。咁究竟點解佢哋嗰個平均回報會係好過個市咧？最主要就係因為唔同嘅 ETF 佢都會有一啲唔同嘅策略㗎，未必一定淨係買個大市㗎。我喺呢一版同大家去睇一睇過去4隻唔同嘅 ETF 呢一年嘅表現啊嚇，而當中呢4隻咧係過去呢一年表現最好，但係唔代表佢哋一定係代表永遠係最好同埋最啱你嘅 ETF 嘅。我只係用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去篩選出嚟做一個參考嘅啫。嗱，喺度睇到啊嚇，大家會見到無論 AUMF 即係例如 iShares 嘅MSCI Australia 係 multi-factor 嘅 ETF 啦，咁 BetaShares 嘅quality 嘅 ETF 啦，甚至 Russell 嘅 responsible 嘅ETF 啦，大家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呢啲嘅英文 terminology 嘅。我喺度簡單地講咧，就係其實呢一啲都係一啲唔同方式嘅一啲選股方法嚟嘅。咁但係我相信大家都會經常性聽到啦，過去表現唔代表將來嘅表現㗎。但係我相信方法係一個長期投資，為我哋帶嚟價值嘅。所以尋覓一個適合自己嘅方法好重要，就好似頭先啲 ETF 為例啦。如果我哋長期投資，我哋認為揾到一個合適自己嘅方法呢，係相信會比起要經常性去 time 個 market，即係不斷買出買入更加好。甚至可能因為啦喺澳洲，大家有啲投資者會考慮到一啲唔同 taxation 嘅因素，可能會更加唔想成日時出時入，所以會做一啲可能比較中長線嘅一啲部署㗎。嗱，以買澳洲大市嘅股市 ETF 為例啦，咁當然你可以最 plain 咁樣去買一啲 ASX 200指數嘅 ETF 啊，但係如果你會想，我希望可以跑贏個大市嘅，咁可能就會揀一啲有選股因素嘅 ETF 啦。例如好似呢一版，咁我喺度列咗出嚟就喺澳洲上市嘅 ETF 當中咧，有通常見到嘅邊一啲選股嘅一啲方法啦。例如啦，有 multi-factors 啦，咁即係一個多重因子，即係用好多唔同嘅選股方式撮合埋一齊，然之後去選股嘅。另外一啲咧就比較叫做可能相對單一少少啦。咁例如就係我哋去揀企業嘅盈利質素啦，又可能係一啲企業上面對於一啲管治嘅態度啦，咁仲有一啲可能係有一個高息股嘅策略啦，咁甚至有啲係講緊我哋專買小型股嘅，係啦，有啲係講買增長類型嘅股份嘅。咁仲有一啲咧，就好視乎當時個基金經理叫嘅一啲主動型嘅 active 嘅 ETF，佢哋去選擇一啲唔同嘅方法嘅。咁呢一啲咧都係喺澳洲常見嘅投資方法啦，或者叫做有選股方法嘅一啲 ETF 啦。嗱，其實我自己都有我自己嘅方法嘅喎，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好，我係 Andy Wong，我係少數同時喺澳洲同埋香港有持牌或者資格去協助當地嘅客戶同埋公司進行多元化嘅投資嘅，例如咁多年美股、澳股、SMSF、ETF 等等嘅經驗，希望可以透過呢一個 YouTube 嘅頻道分享返我咁多年同澳洲、香港華人嘅投資同埋生活經驗㗎。如果你有興趣同我進行1對1嘅面談，可以透過影片下面嘅連結或者頻道內容嘅連結同我預約時間。
方法有好多，咁因為我自己留意咗 ETF 十幾年咯，咁我知道覺得邊啲方法長期係會比較有效啲嘅，所以我就應用咗呢一啲方法，製造咗自己一個選股系統，應用喺澳洲股市、美國股市同香港股市等等嘅。我自己都有用呢一個方法去幫我啲小朋友儲錢嘅喎，而且當然啦，都有啲客戶都有用相關嘅一啲策略嘅方法啦。但係我唔係喺度要 sell 你哋用我呢一個方法，而係俾大家去了解到究竟點樣揾自己嘅方法有幾重要啦。就好似我啱啱提到我嘅方法就係叫做 FATA 咁呢一個系統啦。簡單啲嚟講，佢個英文名其實就真係 Fundamental Analysis 同 Technical Analysis， 亦即係話將基本分析同技術分析融合成為一個中線嘅一個選股系統，亦即係圖表上面嘅呢一條白線啦。就好似我哋過去睇到累積一年嘅表現係35.5%。表現跑贏同期就啱啱提過，表現得最好嗰隻 ETF AUMF 嘅23.83%，同埋澳洲大市 ASX 200指數嘅16.14%啦。當自己揾到一啲啱自己好嘅方法同埋工具之後呢，其實就可以俾時間成為你嘅朋友啦，令到一個長期有把握嘅方法呢去幫自己。其實呢一個思考或者呢個想法就好似好多人喺澳洲相信買樓係長期嘅必勝嘅一個方程式咁樣。其實好多人都知道其實唔係寫包單㗎，但係當中都有好多唔同嘅變數。但係大家都會相信呢一個買樓係一個長期一個大概率成功嘅方法，同我放喺個投資股市個理念係差不多。我好相信 FATA 呢一個選股模式，就好似我哋呢個 Factor 澳洲策略指數去對比翻澳洲 ASX 200指數。其實由我過去幾年成立以嚟啦，即係呢啲過往嘅數據參考啦，咁其實白色條線係跑贏澳洲 ASX 200指數，藍色呢條線咧接近100%㗎。未必個個人都有自己嘅方法，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平時我喺度嘅教學分享啦，令到你哋可能去尋覓到多啲唔同嘅工具去幫助自己。而且最近我喺 SBS 嘅訪問裏面都有輕輕提點過點樣去選擇一啲 ETF，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當然啦，你哋如果想更深入了解個別唔同嘅題目，或者你個別嘅需要，可以留言或者 PM 話我知㗎。每一個投資都會有佢嘅風險，短期而言喺澳洲嘅資產裏面，可能美元嘅走勢投資市場嘅氣氛等等，呢啲係要留意㗎。所以大家有時候真係要分清楚，究竟自己嘅長線目標究竟係啲乜嘢，從而可以減少一啲短線嘅風險帶來嘅一啲忐忑，令到自己可能錯失咗唔少嘅一啲機會㗎。唔一定講緊嘅係股票，甚至可能係債券一啲收息嘅方法，好多唔同嘅一啲機遇㗎。最重要係睇自己嘅風險，而且我哋會知道條條大路通羅馬㗎，為自己創立一個合適自己嘅投資組合係好重要。如果你有需要，可以同我預約個時間，大家傾下偈，相信可以為你帶嚟唔少嘅得着㗎。咁今日嘅教學分享呢，就去到呢一度啦，多謝晒大家。多謝你嘅支持啊！記得留言、讚好同埋分享啦。我哋嘅教學分享裡面係冇任何嘅投資建議㗎，所以喺你作出任何嘅決定之前，記住去問翻相關嘅持牌人士去攞意見啦。多謝晒。